當提到天然血海柳、黑珊瑚，你是否了解這種珍稀的海洋之美？黑珊瑚，尤其是血海柳、黑珊瑚，是大自然賜予我們的瑰寶之一。它的自然黑色令人注迷，而傳中同黑金剛及叉紋鬼這些稀有品種的產量更是少之又少。這就是為什麼它的價值如此之高。這類黑珊瑚的稀有程度是其價格高昂的原因之一，也是收藏家們心心念念的夢想珍品。為什麼黑珊瑚如此吸引？首先，這些珊瑚的美麗不僅僅在於其色澤與形狀，更在於它們的無寶無紗無貝的純正狀態。這種天然的純粹，讓每一件黑珊瑚作品都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品。其次，它們具備強大的說服力，無需過多裝飾便能展現出其獨有的魅力。擁有一件天然血海柳、黑珊瑚，不僅僅是一種財富的象徵，更是一種對海洋之美的深刻欣賞。它們是大自然的贈禮，值得我們用心珍藏與欣賞。你是否已動心考慮將這份珍稀的天然藝術品納入你的收藏中呢？天然海洋之美黑珊瑚珍稀收藏。